在廣州，智慧養老，讓晚年更安心、更舒心。智能監護，一鍵助餐，適老改造，科技有溫度，服務在身邊。香港嘅長輩返內地養老，擔心醫療負擔重。好消息同大家講，香港政府推出灣區養老醫療補貼新福利，參與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嘅香港長者喺灣區任何醫保定點機構睇病之後，醫保範圍內自付嘅費用可以申請補貼，門診每年最高補貼1萬蚊，住院最高3萬蚊。仲唔單止，香港社會福利署仲會全額資助院舍計劃長者購買內地醫保，每年仲有2000蚊長者醫療券可以用，多重醫療保障，內地養老更從容。好似祈福護老公寓呢類認可機構，唔單止提供專業照護，更為長者提供政策申請、一站式協助，無縫對接灣區優質醫療資源。詳情可評論諮詢，千祈唔好錯過呢份福利啦！孤之有孔明，游鱼之有水也。